過晒界，過晒界。咁影相好過癮嘅。盡情發揮啊你！有風喎，風吹過右手邊喎。係咯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停手唔該，夠。主持人而家有篇死樣。呢邊幫垃圾。明知啊！我又想知邊度贏啫。我哋呢邊啦。陳冠華係邊度贏先？邊度贏啊？呢邊贏，呢邊贏。你想揾個女出嚟攞，得唔得？